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立法院开始放假了，立法委员替咱管预算，将严上好无缺亏，但是过程敢讲无义务，而且拢总免调官员来问周题。今仔日咱好好来检视内面的过程。 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立委谢宜芳，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民主进步党立委林国琴，大家好。第三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大家好。第四位资深媒体人陈明峰，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看，到底立法院完成总预算的3读，拢总是3条。 1325亿，其实这是史上新高。这当中其实已经抬了2075亿，占了总预算的6.64%。这个部分嘛是创了新高。啊，那是总统赖清德这边就表示，不管是抬调的，也是冻结的，拢是史上以来上济。 对着政府造成了真大的影响，伊完全无法度接受。决议中华民国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照审查总报告修正通过。立法院自20开始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调遐立委透明审查马纳详细的表决。 明日若被看到人数的优势，用赞成54人，反对43人通过3读，在野党伫咧现场拍板反好。中央政府2025年总预算释出变3兆1324亿6980万9000块，创史上新高。严过在野党先是通干3,939亿7500万。 国委员会总共367亿3763万，议会个别提案3减1068亿6162万9000块，其中包括政府补贴台电的1000亿2万块，最高起来总共2075亿7425万9000块，占总预算的6.64%。上尾总预算释出是降到2兆9248亿9555万。 这不是专业，这只是报复。这没有爱台湾，只是在害台湾。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在野甲国家放伫咧危险内面，讲若扣掉法定支出甲一般性补助了，比3减的比例降低到16%。批评在野3预算是要互政府无法度施政，就是把增加的当作我们是浪费、是腐烂，一笔勾销。 这个行政院完全无法接受。国民党立委卜群基是呛赖政府压迫在野党，3度保护台电的1000亿，就是表达反对错误的能源政策。民众党立委吴国昌讲，赖政府也有2兆9000亿，施政绝对有够。那你每一年要把人民的血汗钱补贴台电2000亿，是不是卓荣泰院长？你每一年要瘫痪国家2次？ 我也要警告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请不要再利用错假的讯息来制造社会的对立冲突。总统赖清德立案发文讲，总预算比3减冻结拢是2年来上悬，各行各业受影响的程度无法度估计，而且无往例通看，对政府的影响是史无前例，完全无法度接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这是咱第2摆来讨论立法院的这个预算，吼。顶一礼拜拄好2位吼，立法委员拢踮咧院内面都无用啦，吼。所以阮是找外部的专家来检讨来看。那么其实外面啊，不管是网络顶头真侪资讯，有的资讯吼有时间性的落差，就是迄阵时第一时间所发出来的贴啊，甲上后尾结果其实拢已经有落差。 也许可能也是哪边的立法委员，后来发现讲哦不对哦，紧来改哦安怎？所以这
这1点钟我想要创啥物呢？我也甲4位观众4位来宾啊，甲观众朋友来说明。第一，义爱基勇，我爱基礼，就是讲我要爱这个结果无毋对，但是我还想讲，下一次咱是毋是会当避免发生这种过程？发生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吼我相信2位委员也真看着现场，两边散题散到这个医生变做负数的，变做负的，哪会安尼？这是啥的毋对？这是中调的毋对，也是整个党团，也是立法院的这个医事人员的毋对。3000几案，3000几案是要举手要举当时，是毋是应该要先来创啥物？委员会咧，委员会功能在哪里？所以我要先请教到贾委员，委员是经济委员会，对，委员你家己有提案无？经济委员会，我伫经济委员会的时阵已经提案提了嘛讲煞，所以我个无提。其实你拢讲煞，其实你的同仁哪会拢无讲煞，就弹出来啊？其实我有看到讲咱的行政部门大家拢有去讲啦，大家拢有去讲，毋过。其实我已经做第2届顶1届我做党团的干部。咱先讲贾委员是这个公督名内面的优秀立委哦。无，我是讲事实。自以早以来这届就是为什么台较济？我毋知影讲是毋是因为顶礼拜六有选举你知影无？柯总召伊伫顶礼拜六。伊个无爱讲无爱讲了后，伊个讲要大罢免无爱讲了后过去通案是啥物时阵处理？是全部的提案拢协商了，拢协商嘛？对，伫议场遐协商了，再来讲通案。这个毋是呢，这个是先讲先无爱讲了后先甲通案处理掉。贾委员，这我因为我也走过立法院的新闻我小汉斌会当来补充一下。进前应该是讲党团本身爱促的，大家爱讲的，对嘛？你哪边家己都促啊无交文3000几案，你就知嘛？你敢若举手就举到规人亡面去。因为不管安那你一定顶1届。阮拿的较少嘛，伫立法院，阮嘛是讲伫遐我甲阮迄阵的总召嘛是伫遐讲一定是伫议场遐先讲1届煞，所有政治的议题足侪啦，有足侪无法度解决的，咱个伫协商的时阵，大家讲的嘛，讲煞了后看要安怎抬，迄个叫做negotiation，迄个叫做画帕拉克，毋是讲。柯总召安尼，一个不爱讲，伊所以你认为这个责任在挂中调吗？我感觉伊那会不爱讲，一个做了解。咱党团难道拢免悄悄的拢讲？你这，我比如讲，我莫讲什么委员你唔是我这个委员会，你要提案 ，OK，你就无先来甲我挨杀自己嘞。安尼这种情形是不少哦，是不是？你讲什么意思？就是讲。我唔是这个委员会委员，但是我要提这个委员会所管辖的这个部会内面的这个意思。这个是咱伫议场协商这站，你知影无？本委员会会使对着，唔是你委员会提出提案，对。嘛会使讲你伫委员会时阵，你就去提迄个委员会提案。这是2种，拢会使。拢会使。所以。有足侪，咱会伫第2阶段来提出你的提案来。过去嘛有足侪，因为过去迄拢是策略性的部分嘛。大家会讲伫议场协商的时阵提出策略性的案海等，想要来讲迄阵甲来协商。所以委员你也是认为，这挂中调爱负责任。伊上了解。敢若挂中调。无啦，伊上了解。伊上了解，所以是报中调无够了解。
我无安尼讲哦。哦，你无安尼讲，你会安尼想，我无安尼讲。我是安尼问啊，尔，我无安尼想。播种条，安尼想，我无安尼。播种条，伊都叫咱会安尼想啊，你播种条，我无安尼想，我只是主持人，我安尼问啊，尔，来，林委员。我感觉以凤委员讲安尼嘛是足无合理吼，因为亲像阮委员，阮已经是委员阮提案的预算拢讨论煞了后，你要保留你会保留，不要紧。啊，毋过雄你搁提一个案，讲哦，我会规个冻结70%。这道理伫倒位？你毋是阮委员会，无我就问一个吼，来问一个讲，迄陈金辉也是那个廖伟翔，你苏清泉你感觉安那？苏清泉阁是走的，阮拢讨论了啊，结果你雄出一招，讲规个拢冻结70%，这真正无合理啦。你卫生环保委员会，恁讨论了啊？对啊，像教文，大家拢讨论了，陈玉珍讲哦，我要动公示。213，这哪有道理咧？这我必须要讲你唔是阮委员会，阮委员会都讨论了。我刚刚讲委员会中心主义，唔是阮都拢伫讨论吗？啊，阮唔是要尊重阮是卫环委员会委员拢讨论煞，阮内底拢讨论煞。第二阶段。不，贾委员，恁经济委员嘛有用掏心呢。对，我讲迄是第二阶段。本来这种的有政治性的这种的提案，爱伫议定合商的时阵，大家来讲嘛。啊，大家讲的，讲煞了后，甲通案处理，讲要安那统山偌济，过去是安尼处理啦。啊，这个颠倒头笔。但是吼，通山吼，迄通山，我其实我唔捌看过通山山甲较济啦。我坦白讲吼，就真的嘛吼，这民防小队来，我先和邱老师讲，邱老师，你认为这整个审查的过程，我爱是爱讲一摆吼。二爱其用啊，五爱其理。老师，你也叫审查过，你感觉迄过程？我爱其羊，我爱其理啦。吼，你还是讲迄句就是这意思。可能我看我咱4个来宾吼，两位委员吼是现场，那盈利来讲是现场的 player， 吼，因两个是现场的当事人啦，吼。啊，咱民防是现场的看咧。记者，看戏的，看记者啦，伊现场咧，咧现场看戏啦吼。啊，我即摆的角色吼，阮4个内底我的角色我是球评啦，啊，要看因比赛吼，规个过程吼，啊表现安那也有精彩无吼，所以我先甲观众朋友做一个总的来讲吼，即届好多一开始咱主持人有讲着，今年诶总预算三条。1亿1000多亿啊，基本上是咱历来上悬的一届啊。咱即摆拢总叫删除啊，咱冻结是卖讲啊，冻结卖讲啊，删除是2000多亿啦，差不多6.6啊。正常的状况6.6有悬无？无，迄是正常。以民主国家来讲啊，国家总预算。差不多3%到5%，迄是最正常的范围。超过5%，迄就算较悬一些，但是无算离谱。我捌看过，差不多扣剁偌济，剁到30%。哦，第三世界国家，咱讲国家哦，迄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6.6%，咱基本上讲起来，算做。有可能是有创咱中华民国上悬的一届啦，哦，啊，但是还算合理的范围，哦，这第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印象啊。那第二点，过程呢，啊，过程呢，我讲实在话，这个过程有小可吼，放牛吃草啦，啊，我头先讲过我是球评，我不来讲倒一个动无，哦，基本上这届。因为民众党较细党都8个人尔嘛，哦，啊，因即马党前任的党主席个做的建立杂足呢？有没有战力，迄是另外代志啦。你讲伊对规个大盘来讲，伊影响力是有限啦。啊，有咧认真做有啦，这是咱这点爱公平的讲有啦。啊，但是对结果来讲影响不大。啊，两个大党啊。咱头拄我两个委员头都有讲到重点，2个召集人即届拢小可吼打空档，啊，
各自表现，各自表演哦，所以出人头就讲3000几个案，每一年差不多弄完呢。哦，有的立委因为伊要对于支持伊的团体啦，还是个人啦，还是啥物，伊地方啦吼，伊爱有一个交代，尤其是区域的，吼。啊，党团的全国不分区的，伊嘛是基本上伊嘛是有伊的立场啊。大部分政党的不分区的委员，伊拢可能是一个功能性团体的代表啦。啊，所以一定拢有一寡因本身真重视的医生，一定拢有。所以每一年拢有一寡医生安尼，个人预算咱提出来。啊，你头拄主持人有讲啊，到尾党团内底啊，悄悄的。啊，党团甲党团内底个悄悄来瞧啦，最后由议长，是立法院长啊来主持，最后拍板，拢规个规定差不多每一年都是如此。啊，今年小可有较乱，咱讲实在，啊，今年有较乱吼，尤其头先讲刚才在讲说怪哪一个总召，我是觉得不要想说怪哪一个总召啦。今年2个总召，2个大党的总召都有个人义气在里面。那我讲实在袂，啊，尤其看起来是咱夸张者，咱夸张者，伊的经验，我咧讲，你规个立法院，我看无几个比伊较高的，啊，比伊佫较有经验的。啊，但是今年啊，莫讲带头来乱啦，迄小可啦。所以老师的意思，我替你解读一下，就是讲，瓜总召明知影这会出大代志。我放互你处落去，我看你报困期打空档啦，莫讲处落去啦，伊就是打空档，打空档的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伊较可以发挥的功能，他没有发挥。不过吼，老师，这我讲一个例吼，就是免互你人补充一下，我所知啦，就党团送你去协商吼，差不多对青蛙案，拢爱缩小到差不多爱到200。差不多。到200才有通来协商啦。你这3000万是要来协商啦？协商啊，规人亡命去。阮顶一届个800外拢有啊，800外尔，这届是3900外，800外嘛会使啊。无，你做书记，你有迄阵时就小当兵的时候，你看了800外，你就头摸一笑。我袂啦，我袂摸一笑，我所以我讲你优秀立委啊，委员。我就坐伫遐一直讲咧啊。来，你讲安尼啊，金额3偌这是你讲你也算金额当然上悬，可是比例应该不是上悬的。我记得陈水扁迄当中有一届统3是10%吧，差不多。但是伊这届绝对无针对个别的科目，伊是规个总预算给你删掉10%的数额，你个行政院去调整嘛，你有一个空间，去调整有一个空间。我行政院啥物重点我要做，我就要会用排嘛。啊，这届就是针对个别科目去删，那删到了有些哇哇叫，就是有些什么，如果你被真的讲到删掉那个警消人员的预算的时候，啊，你自己不是很衰吗？以后警消人员就记到就给记分嘛。啊，那你就会然后我再讲一个，就是说，譬如说你法制委员会审那个监察院的预算好了，你国民党已经删了剩200万吧，200万就是资讯费的部分。那你民众党又提一个案子，提删减368万，结果变成负168万。啊，这个东西问题是什么？这问题在于法制委员会的总召没有整合啊。你应该同样一个项目，你法制委员会要出来以前，你有规个物件你要整理好啊。你怎么会让2个案子同时出委员会，然后到院会去，然后这个删减完了以后再删减？没有，我知影公布处吼。公布处可能也昏头去啊，因为送出来的时阵吼，大家也无整合啊。无，所以就乱了呀。所以你伫委员会就爱整合好啊。迄拢是上尾遐拢财政委员会。你有当时上后尾弹出来。上尾啊，伫议长遐可是财政委员会爱整理。弹出来了。啊，不过监察院这是法制委员会。对，那是司法法制委员会来对。对啊，啊你法制委员会。这委员会，因为我唔知啊，我就一包出来，像恁竞这委员出来。无可能删甲负的啦，可是删甲迄个。委员会啊，负160倍啊。大饼委员，飞去甲副议长讲委员，现在算看卖
这个负数呢，这唔通咯。负160倍啊，所以大家讲啊，这食要付啊，这食要付，因为你要叫公务员付嘛。而且小委员迄经济委员会零为止啊。就是安尼。有吗？你表2次决，然后2次都3同样的金额的时候，你事实上是。我刚刚。对啊，但是所以你要并案嘛，并案处理。可能分头去啦。嘛是国民党一个，但是策案，但是讲策案了，讲突然讲要来提案，佫又恢复，我根本就未好看迄资料呢。没有，所以这你讲去年被罢完，这1年底委员会有经历过，这样剩800多案出来。那你今年出来是3900多案，譬如说那个谢委员的经济委员会，很多那个马文君的提案是经管会的啊，经管会的提案是财政委员会的啊，可是他通向经济委员会提啊，那个案子就有5个案子通写错，所以马委员嘛，无来跟你挨下子嘛。无啦，迄唔是讲来甲我挨下子。他写错啊，他根本不能对我经济委员会。我是讲，他根本不能在经济委员会提经管会的案子啊。因为这应该是伫过去以来，迄是讲伫院长遐啊，各部会部长会来讲。你知影无？对啊。迄阵因为这个嘛有多侪新委员的助理爱拍卡称嘛。无啦，无你这个有多侪新的部长啊，应该爱互新的部长坐伫遐，啊，互大家来问啊，因为迄柯总召一个安尼啊，一个伫遐，一个一个人第一讲。动掉，你只有财政委员会招委，你看到这案子，你敢袂甲伊讲？阮是财政委员会，阮毋是经济委员会呢。啊，你那提连续马文君，马文君也不是财政，也不是经济委员会的。的经济部渔业署，渔业署那叠经济部，也叠农业部呢。伊讲的迄个部分，迄真正是民众有诶讲的问题。毋过我甲恁讲，有足侪问题，迄是跨部会的问题，无法度解决的。啊，你爱伫迄啥？啊，渔业署就无伫迄院长的合商的顶面，啊，所有的部长出来讲的有无？啊，大家讲好清楚嘛。啊，无这个机会啦。有诶案，佮会伫遐佮无去啊。你知影无？对啊。过去是安尼，有诶案伫遐讲的佮无，啊，大家伫遐骂的讲的佮煞嘛，啊，就是免用甲委员会。今年奈无借做这个机会。啊，所以我甲你讲，啊，为什么？伊的意思就讲，问题就是800案甲3900案是要安怎讲啦？是要安怎比？来，民防即摆讲，求平我头拄咧讲的吼，就基本上一场球赛你爱好看，每一个环节。拢有伊个功能，拢有做到，才会好看，才会精彩，哦。啊，但是呢，即届小可啊，该有的功能都无啦，哦。就是我头拄咧形容讲，敢若咱咧赛车打到空档上面啦，啊，你油门佮安那吹，迄放桥有无？伊嘛是袂行，车袂行嘛。我即届我看今年的总医生咧审查的过程，我的感觉就是安尼。哦，所以我头先讲，唔是咧怪啥物人啦，那2个种鸟小可啊，拢徛伫后壁，互恁去弄啊。啊，种鸟出现拢伫政党协商，院长咧主持的政党协商，拢伫遐咧亮咧吵。迄天我咧看讲，黄国昌讲柯总召一个人讲伫内底骂人骂45分钟嘛，哦啊。我们咧特别协商吼，拢无效啦，真正讲。那委员哪做安尼讲？我第一建议讲，咱党团协政党协商取消。我讲实在话，较早咧讨论讲要不要设政党协商的时阵，迄阵阮伫学界，我就建议讲，你用政党协商去取代委员个别的权利，其实这是侵权行为呢。你看吼，咱的法想一下吼，咱法定程序是啥物？阮伫委员会讨论的是，国民党拢讲哦，无啊，我无要甲你讲，来去政党。你迄是实际的过程啊！我今摆讲理论设计，咱的制度设计是三读会嘛，一读会、二读会、三读会嘛。一读会跟二读会的中间有一个委员会嘛，所有的法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整个程序里面完成啊？上重要是委员中心在立委员会伫好好讨论，问题是无法好好讨论，就是讲，我无要甲你讨论，我直接内底有倒一字有写着讲政党协商委员会。曲教授讲的啊，伊这个部分顶
顶届时阵，阮伫迄啥广东门阮讨论过啦，因为迄阵大家拢是小党，像迄啥时代力量啊，或民众党啊，或拢小党。台湾基进啊，因若无伫政党协商有互因一个空间会使讨论，因连提案的机会拢无。是。啊，所以迄阵就无取消嘛，因为你爱有互迄小党会使伫顶面讲话啊。那甲这个政党协商取消了后，未来啦，毋是讲即个，那未来有小党像迄阵时代力量甲3个尔，对无？啊，迄阵迄啥民众党甲5个尔，因拢无法度提案，因伫委员会甚至嘛无法度提案。你这是一个考量啊，Q 老师，委员，我给你报告啦吼，政党协商制度毋是对小党的，即阵开始，对李登辉总统伊的时阵。咱台湾开始民主化，哈，对迄阵开始设立的这个委员会，哈，目的是啥物？就是你头拄讲的，啊，让各种的声音可以出现。所以，咱差不多20多年啊，哦，咱立法院过程审法案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设了政党协商机制，而且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取代，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委员会的制度。虽然他说那委员也讲到了嘛，一共两届，讲委员会中心主义，委员会中心主义只有美国有，咱是委员会是表演空间。我讲下歹听。我讲这嘛是民众党，迄拢是严格讲啊，应该就伫内底讨论嘛，好啊讨论。是啊，咱的委员会即摆就变做合个言而治，啊，每一个委员大家拢会使讲，拢会使提案，到尾啊来。这讲起来吼，就回头长啦。因为美国的制度是委员会当对着个别的医生来发言，但是对着钱数，必须爱问到这个医生局，对，哦，来处理嘛，吼。啊，所以这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情形无同款。不过，今日邱老师有提出这个问题，我相信两位委员吼，心有所感啦，吼。这个刷来应该安怎来改进？来改变咯，唔通啊，大家安尼哦，敢若吊水桶安尼，哦，一个安尼，哦，甲过山车，去了个哦，好加载。本来讲哦，一个国教的这个医生讲，阮囡仔5月份要考这个会考，结果无在条通办，哦，加载动起来，无啊。但是我要申请到，因为经济委员会嘛吼，经济部要来补助台电，这理由吼。善值1000亿2万块，能源政策错误来亏损，人民摕家己的钱来补贴自己，我相信这理由真好。不过要安怎来表现和刷落来？即马台电我是要放互伊亏损吗？还是台电咧举手讲，无我就切腹自杀？要安怎用？我跟你讲，台电的迄。基站是做辛苦的啦，大概拢抢电，就是拿风台来无电，因拢去抢修啊，拢做认真的啦。啊嘛，我甲大家报告啦，这台电的部分哦，就是若7000亿无补会安那？我讲袂安那啦。为什么呢？因为去年2届起电价，我有看过伊的预算啦，伊去年的预算伊是损失400多亿有无？今年。可能200多亿，我迄天看11月的时阵啦，在前一年的11月是亏损400多亿，啊，今年是亏损200多亿，啊，伊的亏损一定减少啊，啊，佮有美国即马你知影无？伊的迄啥？因为即马对着台电影响上，无，因即马大量伊川普伊上台了后，他没有限制石油的开采嘛。啊，一届能源政策嘛改变了，伊嘛没有加入那个巴黎的那个协定嘛，啊，一个要退出啊嘛，所以代表伊的能源政策有一点仔改变，啊，对着咱的石油甲天然气的采购，会像过去安尼较悬无？啊，若卖的时阵，伊的亏损就会减少，啊，若7000亿无补的时阵，对着台电的影响是啥？伊的财务报表做歹看。啊，毋过财务报表歹看，我感觉嘛袂影响到伊借钱，因为伊借钱，伊是上重大的能源，你若台湾无电去，迄是足严重的。啊，银行敢有可能无借伊钱？委员，安尼我就不禁卖问啦。
安尼何苦来哉？安尼何苦来哉？政治效果啊，你就会变成说，委员，我的意思是加强对嘛？跟商总都来抗议啊。咱就好好啊写一条啊来干嘛？毋过你替阮来监督啊！哦，你台电安怎？毋过嘛有足侪民众讲的啊，咱逐年一直补伊较济啊，对无？不啊，咱就好好来检讨补伊较这个。济啊，为虾米佮一直起电价？不，所以委员，你的意思是讲，这种种恁拢算过，足球银帽、臭糖咖喱拢算过啊，宏观调控，这无代志，无事，但是何苦来哉啊？这何必安尼呢？你就好好写啊来质询。安尼就会使啊！啊，要互伊歹看讲哦，你这种红字是这个意思吗？啊，伊真正是红字啊！伊逐年拢嘛红字。为什么公总啊、甲商总这届反弹这么大？因为着什么代志？哈？为地本身啊，这真简单。就是啊，那我若是拢无影响，伊嘛惊起电啊！这个工会甲团体拢一向拢唔是。我相信委员唔是安尼想，我相信应该爱写一个附带决议，讲你袂使甲我起电价，无你就爱700自杀。啊，这个大家一定有讲过啊，就是讲叫伊袂使起电价，对无？对。无啦，我感觉这应该经过这摆了吼，大家来好好思考讲，这应该来起电啊，是不是？来委员，你要去用美食，你要用美食，对吧？委员，我唔是委员啊，你得让最注意啊。来，林委员，我刚好这摆对我来讲吼，因为我是新科立委，第一摆审议生，我感觉真正对我来讲足乱的，乱到安那吼。有足震撼的哦。第一个，你讲，唔啦对你啊，对我来讲，你不是哦。民风姐可能真正可能你遐久啊，你个上英嘛真乱啊。感受吼。表决了后吼，才提讲，我要审啥物？表决了后，你才互阮提案内容。表决了后呢，阮根本一搭塔，你这边讲哦，这是同意撤案的，这是吼要留待处理。结果。你雄搁提一个讲，我袂撤案，我要搁要来表决，我根本就来看这是要待处理的。雄像迄阮连内政，迄23、27上起来讲什么啊？雄搁讲无要撤案呐。啊，你这规本的毋是讲拢要撤案，这规本的是讲要待处理的，就是有这款的代价。因为你上关心社会福利嘛，吼。即摆敢有散除着社会福利的预算支出，就讲你所属的是你实在的即个某种物件活动，还是啥物物件，造成了即个风险甲损失。亲像咱讲吼，涉案网吼，应该爱让民众爱知影，伊可能若是有啥物代志是会使去做啥物通报。今仔日规个吼媒体的那个宣传规个拢提掉。我刚迄理由就奇怪，讲老人保护没做好，结果我们家己宣传的拢提掉，啊民众那会知影讲，到底我若是拄着啥物代志，会使去通报这文宣甲你散去。嘿，另外吼，我讲即马咱少子化，毋是足侪福利的，像陪产假、陪产检假和咱的产检假，你这拢有影响到的，你甲人钱。动掉，你会影响到，政府本来补助的钱，嘿，亲像我嘛是足关心吼，虽然我是讲社会福利，毋过我对于网络世界对囡仔影响足大的。结果你甲人抬开讲，简历存1箍，咱的司法部跟 NCC 毋是安尼吗？你要叫人安怎做代志？人根本。就无法度做代志，因为以前阮会感觉讲，电视台若是有违反着儿少，咱爱去检举，伊也来处理。即马咧，即马毋免啊，你甲人钱拢甲人剁掉，人要安怎做代志？我感觉即马拄则讲着，恁拄则教授嘛讲啊，无讲足济，毋是10%，毋是。问题是你各个部会。各个阮较关心的项目，你甲伊提掉的时阵，对阮来讲就会影响，因为伊也无可能就拄则讲吼，2075亿元吼，即摆是拄算出来，还袂讲那个大包小的问题哦。
这我减50万，我这减20万，若是并案的时阵就50万，较大嘛50万，即马还袂算迄哦。吼，拄则在讲到，那个，我这当50万，当50万，检察院呢都要，结果超额懂诶，我感觉那天是有发，那天是马上有发现，我们有举证，可是有些还没发现呢，因为根本没付款，那还有的争议说，因为最后决议的时候没有说哦，我们要大包小，无讲这句话的时阵，到时阵算出来可能不止这样。这另外佫牵涉一个问题吼，冻结，预算冻结，但是这摆冻结唔是委员会冻结哦，是议会冻结哦，所以若要改动，唔是提去到委员会改动哦，提去到议会改动哦，吼，应该是伫委员会改动。感谢安尼，柯老师。伊专案报告拢伫委员会，正常应该是拢是伫委员会，只是讲这个吼。爱紧排啦，因为吼，一档30%有无？一档30%吼，因为每一个部会拢当30%的业务费，业务费是上重要。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预算会期的延长赛，后会期就是预算会期的延长赛，爱继续落来。火密扣啦，所以伊家伫委员会拢是附带决议冻结，然后甲委员会报告就好啊。恁这个唔是，这个伫议会你冻结这案子，所以变成爱去院会解冻嘛，所以这样很麻烦。因为委员会14、1、3、4都开啊，院会只有2、5在开而已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啊。我觉得就是说，我感觉应该是伫委员会解冻，只是你爱摆足。你爱紧排，你知影无？你后会期爱紧排无？因为伊逐个部会拢冻30%。委员，你选来个选馆长，你这熬夜时间。对啊，你柯老师，要选馆长。真正要处理冻结预算的时阵是真紧啦，不管是委员会嘛，到尾啊嘛一定要进入院会啦。微波炉洗洗就好啦。你像这样的气氛，你感觉有简单吗？基本就是啊。民航即马是讲得重点。无啦，因两个应该是有可能啦。今年的以中以审升级，在审查过程当中变做安尼，上重要一桩代志，就我看起来，就是执政跟在野之间不协商嘛，伊就是两列火车硬要弄嘛，要弄给大家看嘛，所有可以发挥功能的关键的人物有没有，全部不动手，全部就让他撞嘛。所以到最后现在是撞得满地都是零件嘛，今摆咱看到就是安尼嘛。那所以讲你讲就预算法的程序来讲，今摆这个问题会使处理袂，拢会使处理啊。你若阵政党协商好啊，讲好啊，你要解冻嘛，真紧啦，一礼拜。消炎的7个安尼大的应该 OK 啦。你嘛走足久啊，对吧？刘发言你嘛走足久啊。他们干嘛看过讲，真正讲政府机关拢无钱通用。另外我稍微说一下，可能咱观众朋友较唔知影讲，存1箍你要安怎好做代志，业务费存1箍要安怎好做代志啦。我咧讲，为什么？做，你要薪水就好啊，真好啊。因为我伫台北市政府的时阵，慢慢拄着这款状况。散地嘅吼。我的机关无啦，别个人的机关有嘛，伊某一个项目去用砍啊算1箍。我第一届我拄到的时阵，我就讲哪会安尼？伊要安怎做代志？公务员就发薪水就好啊，放假。唔是啦，要一存1箍的意思就是讲，让你有可以追加减预算。你若算讲1箍都无，你的预算项目迄条有无，就规个去互抽起来啊！我即摆想要互你做，你就无啊！我即摆存1箍吼。老师，我即摆讲的是照预算法，就是爱追加减。不，我即摆讲的就是照预算法，就是追加减预算，还有特别预算。你像那个台电的那个有没有？我估计到尾就是追加减预算，追加减预算嘛，我当然嘛知啦，就是特别预算嘛，所以卖去甲观众朋友讲讲我要安尼好，我这电价又要涨了，无迄个代志啦。就是头无改，你追加减预算我一开始就讲哦，我唔是咧，你看，阮做这个，我唔是咧讲风险偌济安怎，我是咧讲义爱基用，我爱基累，这内面有啥物过程？比如讲不得流用。我请民航来说明者，什么叫做不得流用啦？你就是
就是袂使个袂使拨来拨去，对，袂使哦，我这项目无用完，个拨去别位嘛。存在不能像预备，有人讲说用预备金，预备金也是不能拨，也不能拨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是有印记者都怀念王金平啊，怀念那个宝哥啊，是啊，为啥是安尼啊？就是讲，如果你国民党当时3成后来的700多案去协商的时候，我觉得老柯不会这样发飙了，因为你协商才几天，你要协商4000案的协商，你要怎么协商？我当然我猜两方都是政治考量嘛，好。民众党就是有一种报仇心态，那国民党当然就觉得我一定要有一点教训嘛。那民进党就是说我如果进入你3900多案的协商，我是不是笨蛋？我就进入你的局了啊。那我同意一案，我就是表示我同意你的一案嘛。所以我规个棒赛，我规去我要跟你协商，都到院会去掐饼，然后诉诸这个舆论嘛。听到，不，今晚有听到吼，今年就是这个状况。不，这就是政治的气氛无好啊，大家无互信基础啊。民众的意思是始作俑者，是谁？是啊，是啊，是啊。始作俑者是谁？对啊，对啊，你这样看，舆论，大家对现在都一栋较无利，迄个栋可能都爱背比较多的损失啊。对，我们现在是看到说过去就是对啊，过去我们看到一些比较，譬如说工总那个跟商总那个根本就是蓝营的附水组织啊。我不好意思讲附水组织啊，但是我觉得是全100%支持蓝营的，可是他们也出来抗议蓝营，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啦？我讲一个趣味的吼，因为咱出身电视台。电视台真侪拢靠政府的预算的文宣预算吼，咧食钱。对啊，今年送甲差不多啊吼，而且佫一个附带决议讲，每一个单位袂当超过5%。我来讲，每一个副总，大家拢想要调倒主山，因为趁无食。所以你要问迄义凤委员啊，因我的意思是讲对啊，唔对。我的意思是讲，其实你散伫预算的时阵，你都要有内行开。吼，你要知影讲，这个我是不是我的选民嘛？我若散拄着我的选民，我唔着家己搬石头讲家己的骹。咱的电视台唔是拢完全青呢？我是讲者吼，譬如说国民党去删迄个赖建波迄个黑熊学院，迄大家拢讲好啊。你总预算里面你怎么可以携带一个叫做黑熊学院的去补助？你删那一条，我觉得没有人反对，都觉得很好，你抓得很好啊。那可是如果那这不是说不讲道理，譬如说你删这一条，你怎么可以补助特别的单位？这条国民党就做得很好，不是吗？可是问题是你其他的部分为什么会被大家？批评得较厉害，为什么呢？这就是讲，大家不是讲故意找国民党或是找白营的麻烦呐。大家也赞成你们删那个什么黑熊预算这一条啊。可是问题是，就是说其他案子就好像有点乱删的，然后删到复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予小委员较侪时间，可以小来回应一下。唔通我感觉我都无时间来回应。我是感觉讲第一点迄阵。柯总召一个还没开始院长协商时阵，一个话讲大罢免一个话罢免大家个想讲你为什么互迄气氛安尼较无好咧，对无？你免用甲安尼嘛，大家要来讲你个应该爱互气氛较好咧。大家个敢有法度理性去院长遐讲你用一个武一个是讲，我互你讲对无？大家个是来。小台你要用甲大家要小台你即马讲要安怎讲甲讲，未来讲咱会使好好讲坐落来安尼好好讲，我讲即马就是无法度说嘛，说无起来毋过个变个讲爱等甲后会期，甲继续来看这个局要安怎改嘛。委员，你讲有改远，无你来做总调啦。即马总调就是。就是中改选咯，报中调算好啊，系应该算拢不低，毋是拢算，嘛是算副中调。就是副中调嘛，
这个部分就是爱看我感觉伊期安那改。你要选奖怀人吼，应该注意到，即摆育儿津贴啦、学费补助啦，按照政府要变的，这拢是囡仔的钱吼。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你无考虑到这吗？应该你拄则一直在讲柯总召，按讲啊，我感觉拢未改变啦。啊，改变的是讲，只要政府的执政的心无改变，我感觉要做代志无可能改变啦。啊，可看讲大家要安那，大家要安那，委员咧提醒讲，更加救回来。系啊，后会期啊，一定爱办理追加节，还是啥物？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爱用迄啥委员会来排解冻案啊。啊，排解冻案的这个部分嘛是爱紧排。啊，第三点就是讲，这拢是后壁第上重要就是教授讲的啦，头要安怎改啊？头若改啊，后壁这要排解冻的，也是讲要来排讲追加节预算，够法度改。另外一个吼，我要先问邱老师，我才互林委员吼来回答吼。这一处还佫有一个特色，通案散治。吼，以早通案散治是去到最后阶段，啊，伊即摆伊是，我目睭瞥者，你着所有的事务费拢甲你散治啦。吼，啊，而且即个黄主席，佮甲即个国防部的预算放伫即个通案散治内面，哦，来散治。即个显然就是助理爱拍卡床啦，无替头家吼去背手关卡，讲内面是安怎。但是老师，你先互观众朋友了解，什么叫做通案散治，啊，甲即个协调协商是什么关系 ？OK， 通案散治就是讲，今年你行政单位你编来的预算吼，阮基本上。摕掠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嘛不是后白掠，是按伊过去几年的平均数、啊平均数哦，啊看，尤其是如果有税计剩余哦，以那个为基础，你就用无了嘛，来算啊，你旧年编的你用无了啊，你今年佮编遮多，啊搞不好还要再增加，哦，那安尼袂使嘛。所以基本上有一个通案的，不管什么单位，我先甲你拍一个折啊，可能拍1%，也可能拍2%啊，这是每一年拢有，不是今年才有尔。但是呢，通案散治的时阵，一定会注意讲，每年因为每年的预算今年咧算咧审嘛，吼，正常的每年我看起来是什么代志较重要哦？譬如讲，社福预算可能每年会较多。哦，所以统三的时候呢，可能会对于社福预算或者某一种预算特别给它除外。啊，今年看起来无，今年第一个幅度比较大，啊，今年统三好像就是3%，就起来免讲啊，先给你剁出3%去啊，后壁咱再来讲。啊，第二点啊，今年除了统三以外，今年加我头拄一直咧讲啊。今年应该发挥东岸的作用，还是甲油门的调节作用，拢无发挥。所以到尾啊吼，所有的委员提案出来了以后，伊到尾拢甲你包的有无？拢甲你送出去，这会起这会乱。所以吼，咱头拄有讲，我们就讲到很重要的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啦，哦。你若准讲即摆在野甲执政党吼，因之间完全无法度协调。即摆我看即摆足少代志会使协调，拢无法度协调。所以讲今年咱大法官的嘛，咱大法官提名7个，全部砍光光，这嘛是创历史记录啊。那会安呢？照正常来讲，应该是袂啦，应该是袂发生这款代志，上加7个过去的经验，向夺起来2个到3个，做迄个不得了啊！今年一个拢无过哦，那会安尼？迄就是咱执政甲行政的执政甲在野之间哦，都无协调。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啦，不管安怎讲，民主政治吼是一个协商的政治啦，哦，一定爱协商，不管你欢喜也好。无欢喜也好，我是讲带头的人啦吼。不管你欢喜也好，你无欢喜也好，甘愿也好，还是无甘愿也好，
一定爱协调，你无协调，硬要创哦，迄一定出代志哦。这两天佮重新做，美国总统的川普，你要看哦，足爽的，签200万，你到时甲看。会出偌济代志。即马18个州的州长开始咧告官啊。到今仔下晡的为止是22个州哦，对伊的迄个取消公民权的那个22个州已经告到法院去了。这邱老师他所讲啊，我相信不管你是哪个观众、列的观众、被观众，还是你无正当支持的人，拢应该爱来支持讲。不管如何，立法院就要好好来审查咱的医生，吼。但是我咧看这一次实际上有真侪资讯的落差，吼，咱在网络顶头看到真侪资讯的落差。我呼吁讲观众朋友吼，啊，若要看这个资讯的时阵，爱斟酌，吼，多方来检查，才袂去用，不管你是相信啥物吼，袂去用误导啦。最后吼，我要请2位委员吼来讲一个小小的结论吼。比如讲林委员你先吼，不管是社福医生也好，还是总体来讲，下一个会期年过了后，咱必须要先来做什么代志？吼啊，赶紧来甲这个局甲盖起来。吼，不管是台电也好，还是社会医生也好，来委员。我讲拄则第一讲吼，我讲第一个，你讲要沟通，拄则伊讲阮柯总召，我讲沟通的人吼，两方拢爱有诚意啦，毋是叫一方讲哦，我就是爱较有诚意。我讲国民党、民众党嘛无足有诚意，讲要来好好沟通，结果议风委员一直讲，阮柯总召讲哦，伊无要沟通，毋是啊，是恁根本也无诚意。进前伫咧党团协商的是，逐摆拢无法度有好好来处理吼。我讲沟通是两方都要带有诚意，毋是叫人一方爱带有诚意。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讲，今仔吼社会福利预算吼劳工吼，我较关心医疗这些，拢是咱比较下阶层的人，甚至弱势。你若该动起来时阵，咱这国家的社会问题到底啥物人要来解决？吼，所以我即马你讲预算冻结不要紧，反正30%、70%你到时阵会使解冻，对，唔是减列呀，唔是删除会使解冻，解冻爱到下一个会期啊，要第个9月以后你才会使处理的时阵，我感觉应该即马应该要好好来看，即摆要安怎处理。我拄则讲的，不是2075亿元呢，够有可能是够较济哦。即摆还未算哦，足清楚的，我会足惊的吼，迄影响的层面是足大。还有另外一个，我嘛讲，议风委员讲，拄则曲老师嘛是讲，要进前国民党嘛讲，那个本来蔡英文时代嘛是2兆多，那有啥影响？你即摆浮编要3兆多，毋是安尼的。无问议风委员。你今仔彰化县嘛是啊，伊嘛是比旧年较济啊，一定是成长嘛。台北市嘛是啊，吼咱桃园嘛是啊，拢是因国民党执政嘛，拢有往上那个，因为物价涨，然后很多东西拢嘛调得不太一样的时阵，你讲这无影响吗？我感觉基本上，好，尤其我们现在最近又有一些防疫工作要做的时阵，我嘛足惊。我是感觉。唔那是整体的钱项爱看啦，个别的钱项到底实际上会影响啥物？这应该爱每一个立法委员的责任嘛，吼，来委员。我是讲，我嘛是啊个是，讲家吼上重要问题就是讲哦，即摆行政院若要来甲立法院讲，行政院袂使叫各部会的部长下令讲，要打击讲立法院即摆的3难医生。有下令，这嘛是大家看到的。伊个下令讲，伊甲阮3医生影响的生命偌大。你叫行政院莫阁讲啊，莫阁讲啊，你阁讲落，要安那等来这气温就歹啊，要你阁讲落，要安那等来这个岛顶阁讲落，你知影无？谈判气温爱先好，对吧？我感觉啦，你问阮两个嘛无路用。因为阮两个绝对无法度改变
观众朋友，我是打电话打30-40通才找到这两位哦。因为阮两个也无用，阮两个绝对无法度改变迄个气氛，迄气氛爱好，迄是。我请两位来做示范啊！爱来坐来吼，爱我看安那要坐来这个桌顶讲。我是希望吼，播中调啦，挂中调啦。偌好的饭，还是偌好拄偌好的饭，迄拢无路用。那准讲哦，咱主持人你会使请着讲哦，就咱两个总统哦，因两个总召来坐伫遮，啊，另外总统甲两个总统都赖主席甲主席，因四个坐伫遮吼，代志就讲。我说，无也无就无。我安尼我就国书啊。气氛要好啊，唔好想讲别人唔好，才有法度。这做中调，中调。